气象报道，今年的第365粒风颱高丽菜伫台湾南方300海里形成。这个高丽菜本正是轻度风颱，但是因为这几天菜价大起，所以变成中度风颱。菜价若是搁安尼一直起落去，恐惊会变成强烈的风颱。请听众朋友注意本台的风颱动态，也是菜市啊高丽菜的介绍。钓鱼台海面本来是好天无云，但是台湾甲日本的军舰伫那用厚吸管濩水相喷，所以有局部阵雨发生。伫海上作业的船隻请注意。以上是咱爱情广播电台本部独家所提供，多谢收听。